手机就是自带的那个功能，从上往下滑，你看一下能不能录屏。这个吉祥富饶的那个什么，上面有人打出来了吧？吉祥富饶的故乡，它有一段是这个，然后剪切了其他的那个音乐。感谢2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。不是，请2号参赛队伍不是录江团队。扣分。哇！对呀，这些都是很厉害的老师呀，都是很厉害的老师。加查线1号参赛队伍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3.82分。下面有请3号参赛队伍青年舞动团队上场，请4号参赛队伍西藏大学选莲花艺术团队做好准备。对，衣服肯定是青年舞动对，现在是青年舞动团队，哎呀！我不厉害，要多看他们的，学习。现在是青年舞动团队啊，我还是。直播，现在是青年舞动团队。学习机会呀，这种感觉怎么？
拉萨，在拉萨。可以看了，可以看，现在已经第3支队伍了，青年舞动团队。可以，直接进来，在体育馆。娘热北路西藏体育馆，哦，感谢3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，请3号参赛队伍退场扣分。雪域歌舞之秀团队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0.9分。下面有请4号参赛队伍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队上场，请5号参赛队伍川下郭守礼团队做好准备。现在是藏大的雪莲花锅庄队。藏大的雪莲花锅庄队。现在看肯定好玩。女生是曲奇。很小的时候，我的阿妈就唱过这一首动听的喜歌，她用歌儿告诉我，她用歌儿告诉我。拉萨体育馆。你们录屏吧，我在看。我没跳，我是来学习的。感激歌儿飞出心窝，唱的雪山上升起的太阳永不落。那不是曲奇吗？对，看看谁来了！是雪域儿女们跳健身锅庄来了。欣赏就对了，不用评价他们。第一个是曲奇，这个女生是曲奇。不是，是藏大的团队，西藏大学的团队。
学生们多有精神。跳啥呀？我是来学习的。看他们跳舞，跳得多好！西藏体育馆，西藏体育馆。4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，请4号张大的跳完了，张大的跳完了。现在第三号的那个分数马上出来了。青年舞动团队92分，青年舞动团队出来了。青年舞动团队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2分。下面有请5号参赛队伍康夏郭卓林团队上场。康夏郭卓林来了。比如县康斯姆中郭庄林团队做好准备。下面是看到了吗？康夏过了就是哈。康夏过完了。哦呀。好险！康夏郭庄林就是下曲镇索先生的队伍。对，下曲镇索先生的队伍，这也是地道的比如的队伍哦。比如县下曲镇的队伍叫康夏郭卓林。大家看一下索先生，第一个右边，第一个左边。是比如县下曲镇的队伍，叫康夏郭卓林。
里是西藏体育馆，西藏体育馆在拉萨。这个帽子，他们的特色帽子带啊，彝族的帽子。对呀，对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这个好，哎呀！跳完了，康夏郭卓林。感谢5号参赛队伍的。好，现在屏幕上面是上一个队伍藏大的分数。退场后分。西藏大学雪莲花艺术团队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2.6分。西藏体育馆，西藏体育馆。好，康夏请来了，来了，康斯姆中上来了，康斯姆中上来了，不是赛马场，不是赛马场，在西藏体育馆。来，把人请。凉热，这是凉热南路吗？凉热北路。凉热北路吧。凉热北路。6号参赛队伍。西藏体育馆凉热北路这边。康斯姆宗郭庄林团队上场。康斯姆宗。1号参赛队伍达孜区普丰艺术团队做好准备。康斯姆宗上来了，康斯姆宗。康斯姆宗，大家好好学习一下，下一个货装，不用买票，直接进来就可以看。第一个是团长。康斯姆宗团队。是青年舞动团队已经跳完了，青年舞动团队跳完了，现在是康斯姆宗团队。
精彩表演，请6号参赛队伍退场后分。康夏郭卓林团队去掉1个最高分，去掉1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0.72分。下面有请7号参赛队伍达兹区虎峰艺术团队上场，请8号参赛队伍墨竹工卡县松赞。哇，这个好有特点，这个队伍。太帅了！我紧张都手麻了，我手都出汗了，我手都发汗了，手都发汗了，腿都麻了。不知道。传统的特色文化。西藏体育馆，娘肉北路。西藏体育馆，拉萨。都很厉害，都很厉害。
表演，请7号参赛队伍退场后分。7号队伍结束了。比如县康斯普宗郭庄林团队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2.48分。下面有请8号参赛队伍墨竹工卡县松赞团队上场，请9号参赛队伍格桑郭庄林团队做好准备。江村的比赛还没画，裁判不懂，我们也不懂。我不同意这样做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跟你们说了吧，以后这种比赛穿个紧身衣来就没有，对吧？以后这种国装来个紧身衣，穿个紧身裤再过来再跳一下，不一样了。哇去，这个也很有特色，这个队伍。对，这个的可以录下屏，喜欢的可以录下屏。这个队伍，墨竹工卡。墨竹工卡的队伍，哇，这个好看，这队伍，总共11个队伍。
谢8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，请8号参赛队伍退场后分。达兹区舞风艺术团队去掉1个最高分，去掉1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1.72分。下面有请9号参赛队伍格桑郭卓林团队上场，请10号参赛队伍雪域青春武艺团队做好准备。我没记分数，没积分吗？对，但是我截了个屏那个，等会儿看这个。哦，要不是第2，要不第3，反正在这里。有没有93的嘛？93的有。有啊，那他们就是第2了。就穿紧身衣那些。他93。他93了。我去。穿球袜那个93。第1个。对。哦，行。上次我们在比赛也是这个。格桑郭壮林。格桑郭壮林。
拉萨西藏体育馆，在体育馆。还有一点结束。我以为他们还有一点结束呢。感谢9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，请9号参赛队伍退场后分。墨竹工卡91。墨竹工卡线松赞团队去掉1个最高分，去掉1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1.68分。下面有请10号参赛队伍雪域青春武艺团队上场，请11号参赛队伍内务旗县大山艺术团队做好准备。雪域，这个是应该是连鼓，这里面有音乐乐团啊。Yeah.
面10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，请10号参赛队伍退场后分。格桑高壮林也跳了，上一个就是格桑高壮林。这个格桑高壮林的分数。格桑高壮林团队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0.06分。下面有请11号参赛队伍内无极限大山艺术团队上场。对，太离谱了。我不跳，我跳啥呀？我去！第一个还不如给那个那些，真的完全都不是互动的感觉。团队啊，这些，包装都不行。对，第一个就是太那个。特色的一个服饰的队伍。拉萨的体育馆在娘惹北路。跳了，有线跳了。康师傅都跳完喽。
藏体育馆在拉萨，西藏体育馆羊肉北路。感谢11号参赛队伍的精彩表演，请11号参赛队伍退场后分。哦，完了。跳完了这个。赛完了吗？哎，没有吗？没有的。哦，11号队伍没有了。只有11这队伍。加速你啥时候跳？跳完喽。雪域青春武艺团队，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最终得分为91.26分。跳完了噻。这是第3现在所有参赛队伍的表演都已经结束了。裁判员们正在紧张地进行分数统计工作，在等待结果的过程中，让我们共同欣赏由达孜区虎峰艺术团队带来的《云上达孜》。还有一个，在我唱歌了还讲的吗？我上台唱歌了。